並喺紅船上邊習得詠春拳法。師傅，我記得喺咸豐年間咧，粵劇就被禁演嘅，咁紅船咧都係遭到破壞，戲班亦都俾官府通緝。黃華寶作為紅船中人，有冇俾人牽連啊？想知啊？睇片咯。1954年，佛山粵劇武生李文茂作為廣東三合會領袖之一，響應太平天國號召，率眾數千人，大多數係粵劇界中人，喺兩廣反抗滿清，但最終喺1858年失敗身亡，導致粵劇被禁演長達15年。起義失敗之後，戲班眾人都隱姓埋名四處逃匿，黃華寶就係其中之一。今次弊家伙啦！應該冇追過嚟啩？姑娘，你撐到我隻腳。人呢？放開我啊！姑娘，你唔好過嚟啊！我唔係有心嘅。唔係有心即有意㗎啦，唔通你想趁火打劫？我又冇財，唔通你想劫色？我想同你打聽一啲嘢。一樣嘢？你識唔識呢條村嘅駱少華？華哥，佢係我兄弟。算你好彩啦！我剛剛要去睇我娘親，你跟我嚟啦。黃老家幾時還錢啊？我會盡快籌到錢，還翻晒俾你㗎。黃老間，當初唔係我借錢俾你，邊日有錢撞數抽佢阿娘啊？而家都3個月啦，利息1兩銀啊，你話點算？當初我借錢嘅時候，你話用嗰個按期還翻晒啲錢俾你，係唔計利息㗎喎。9出13歸，呢個係行規。今日如果你還唔到錢，咁我唯有將你個女賣咗咯，或者你笑咩啊？冇話我女啊！冇話我女，冇啊！我求你唔好話我女啊！冇啊！加咗，冇鬼用！你個女究竟去邊啊？華哥2年前同人起義，死喺戰場上，佢屋企人都遠走高飛，剩翻佢孤零零一個喺度。寶哥，你俾我去啦！寶哥，你就俾我去啦！你冇咁小氣啦，唔參我玩，你放心啦，我一定會全身而退㗎。寶哥，你就俾我去啦！起義呢件事非同小可，你仲細，你爹哋仲等住你翻去。寶哥。
你成日同我哋講法治大愛，我哋練武咁耐，而家終於有機會去一展身手，同帝。寶哥，你應承我啦。寶哥。寶哥，喂，你個怪人，有冇聽到我講嘢啊？我要拜我娘親啊，你自己好自為之啦。你應承過我會全身而退。寶哥，我應承你，我一定會全身而退㗎。你呃我。寶哥，師傅，我查過歷史啊，作為當時戲班成員咧，好似黃華寶話齋，可以全身而退，其實真係幾難㗎喎。冇錯啦，因為李文茂事件，滿清政府咧就下令禁演粵劇，執行禁令嘅就係當時嘅廣東總督葉明琛。呢個人啊，曾經被粵劇子弟兵咧圍攻過好多次嘅，所以佢對粵劇藝人係深惡痛絕。所以佢唔單止禁演粵劇，仲下令解散晒所有嘅粵劇戲班，仲燒咗佛山同廣州嘅瓊花會館，通緝粵劇藝人。當時被株連同殺害嘅粵劇藝人同平民啊，不計其數。以為係花拳繡腿攞嚟表演嘅啫，但係你諗下，清朝廷落重本嚟剷除佢哋肯定有翻咁上下功夫，應該都唔錯嘅。你咁樣分析咧，都相當之正確。當時粵劇戲班裏邊識武功嘅人就編為三軍，小武同武生咧係文虎軍，二花面同六分等咧編為猛虎軍，五軍虎以及武打家就編為飛虎軍。佢哋利用戲班裏邊打關鬥飛躍嘅功夫，就跳上城頭，屢立功勳嘅。我聽講黃華寶當時主演嘅咧就係關雲長，忠肝義膽之餘咧有威風凜凜，佢功夫肯定好勁。你又開始花痴啦！不過黃華寶嘅功夫確實係上乘嘅。喺紅船期間呢，佢喺其中一隻船上邊安裝咗木人樁、刀樁、棍樁呢啲練功嘅器械。喺甲板上呢，亦都畫有梅花樁步法，成日潛心鑽研詠春拳法，為詠春以後嘅傳播奠定咗基礎嘅。師傅，你唔好講咁多啦，快啲去睇片啦，因為我想睇下黃華寶嘅英姿啊！娘親，我好掛住你啊！素秋姑娘，我都好掛住你啊！救命啊！救命啊！我等呢個機會等咗好耐啦。你啲咁人，遲早等天收啊！鬧得好，我就中意。廣天化人，你好大膽！多管閒事。打死佢！大佬，冇嘥氣啊！仲唔快啲走？佢喺村入邊好有勢力㗎，你快啲走啦！如果係咁嘅話，
姑娘，我哋一齊走。我翻去揾阿爹，帶埋佢一齊走。事情並冇咁樣結束。過冇耐，大力江嘅家屬仲係想方設法揾到咗黃華寶，但係好彩得到黃華寶嘅徒弟佛山贊先生出錢出力，最終平息咗呢件事。唉，好彩黃華寶有個好弟子啫，只不過師傅啊，梁贊係學生院古龍鄉人嚟嘅喎，點解會走去做黃華寶嘅入室弟子啊？喺紅船時期，黃華寶同梁義梯呢係老棒嚟嘅。梁義梯係洪門中人，不過佢兩個經常就交換心得。黃華寶仲將詠春拳法傳俾梁義梯，梁義梯呢又將佢嘅拳法傳俾梁贊。喺黃華寶50壽辰之際，梁義梯帶咗梁贊去捉手，梁贊因為咁樣就結識咗黃華寶啦。咁就唔使問阿貴啦，黃華寶肯定對梁贊讚賞有餘，於是咧就收咗佢為入室弟子啦。咁講法，即係要見識黃華寶功夫嘅特點，就可以從梁贊嗰支水嘅傳承人嗰度揾到啲影子。冇錯啦，一齊去睇下見招拆招。詠到梅花妝發妙，春生桃女藝能香。詠春拳作為時下最知名嘅傳統武術之一，唔單止分支眾多，而且各具特色。要想知道黃華寶呢支水傳落嚟嘅詠春特色，或者可以喺曾經跟隨葉問兒子葉準學習詠春嘅林冠良師傅身上揾到答案。我哋呢支水係從黃華寶嗰邊傳落嚟嘅，黃華寶就傳俾梁贊，梁贊就傳俾陳華順，陳華順就傳俾葉問，葉問就傳俾葉準，我就跟葉準學嘅。劉師傅話：佢哋呢一派詠春嘅特點係喺轉馬嘅時候，以腳踭為軸心嚟到展開動作。對於練習詠春嚟講，注重腳踭唔單止可以使馬步更穩，而且喺交手過程中更加容易揾到對手嘅弱點，並且發起攻擊。嗱，一射嗱，可以跟住呢度。其實我哋練腳踭呢隻馬唔單止練呢隻腳嘅，係練埋個腰啊、膊啊呢個整體發力一練。閃，你一拳打過嚟，我一轉馬。其實轉馬我就踩到你個虛位，虛位嘅話咧就呢度一個。如果假如你隻拳喺度力嘅話，我已經呢個馬已經轉咗你射咗你，跟住利用呢隻攤手輕一射再一立，你個位置就去過嗰邊啦。除咗重視腳踭，劉師傅仲特別強調中線理論，喺練習小念頭、尋橋同標指等過程中，處處重視細節。比如小念頭中嘅攤手，手臂盡量取中線，萬一取唔到，亦要保持手臂與身體嘅垂直，踭步同身體保持一個拳頭嘅距離。對方假如一拳打過嚟嘅時候，假如我呢度同身體唔垂直，你就可以打到我。只要我一垂直，你就出咗去啦，出咗去啦，係啊，一個拳頭位置。咁如果假如冇拳頭位置，已經係貼到身啦，我可以直接打到你啦。如果假如一個拳頭位置都要接觸面講，一打你，你要有個虛位，仲要有個自然反應嘅力喺度，俾自己嘅變化。除咗攤手，其他動作喺角度、手法以及距離上都有唔同嘅要求，每一個細節要求都有非常現實嘅操作性。一爭打開之後，跟住上下。如果話小念頭、尋橋同標指三套拳係詠春嘅基本拳法，咁木人樁就係呢三套拳喺模擬現實對打中嘅綜合運用，將木人樁當做假想嘅對手，反覆不斷咁練習詠春嘅手法腿法，對於提高詠春技擊水平有非常大嘅幫助。師傅，睇完最近幾期嘅詠春見招拆招咧，我一直都好想問，講到詠春咁犀利，係咪真係可以好似葉問三電影入邊咁樣，對住泰神咁嘅大隻佬都冇問題啊？可以話咧係，亦都可以話咧係唔係嘅。咁即係點啊？如果呢個人好似泰神咁大隻，又唔識功夫，又唔識拳擊，咁用詠春拳四兩撥千斤咧，絕對搞得掂佢。之但係咁喎。如果嗰個大隻得嚟，仲要係泰神咁好打，咁我就只能夠話咩啊？我哋只能夠話以流聽風雨，淡看江湖路。接住落嚟睇下我哋聽風雨嘅環節，裏邊會詳細具體分析過你聽嘅。
再續，書接上一回。上一集我哋拆解咗詠春對詠春嘅武術特色，咁呢一期呢，我哋睇下葉問三點樣用詠春對付外國拳術嘅。好多人睇完葉問三都話好喜歡電梯大戰呢場戲。喺呢個電梯小空間戰鬥，詠春嘅長項表現到淋漓盡致。咁其實可唔可以理解就係詠春喺越窄嘅地方對佢係越有嘅？可以咁理解。佢響人哋好多老師傅就係呢個區間，即係不變35公分嘅區間防守住呢個空間，主要就係咁嘅。遠咗近咗佢發揮唔到威力。泰拳就最喜歡高踢高打，喺電梯裏邊嘅小空間，呢啲架勢就發揮唔到作用嘅。而第二回合，兩個人之間嘅戰鬥從電梯轉移到空間大啲嘅樓梯間。雖然泰拳優勢發揮出嚟，但係呢個時候葉問用咗詠春最基本嘅二字鉗讓牙，架勢穩定重心，同時發揮詠春嘅中線理論、拳軌短打同追身上步嘅優勢，使到自身同泰拳保持詠春距離，就係以自身中線向敵方中線攻擊，使敵我之間保持最短嘅距離。而葉問始終保持正面衝住對手，泰拳擺腿出拳嘅時候，身位重心變化，葉問就用快速步伐始終追住對方嘅身位進行攻防，使到泰拳冇辦法發揮作用。咁樣泰拳嘅擺拳掃腿同樣冇辦法發揮優勢，同時不斷咁上步逼對方退身，所以葉問就佔咗上風。不過，泰森呢啲重量級人馬，以上招數要抵擋對方嘅重拳呢，有啲困難啦噃。我哋叫做一個級別係一個公斤級別都炒遠，個拳頭都炒遠嘅。你嗌個80公斤級嘅同我打，我點打得過佢嘅？一拳都打飛我咧，就好似泰森同埋個葉問打冇得打嘅。細心嘅觀眾可以睇到，葉問喺重拳壓迫之下，幾次用手踭嚟到接拳。好多網友問：喂，係咪因為手踭皮包骨，俾人打都冇咁痛呢？合理，可能佢電影效果咧，你一拳打佢，我啱啱打中你個拳頭，打唔中都冇問題。即係現實中唔係話一定打得中噶嘛，都冇問題嘅，因為佢始終係防住自己噶嘛。佢一個衝拳過嚟，啱先我講過咧，如果我假如咁撥佢，首先我咁撥唔中咧，我就留空檔佢打過我。第二個我撥中佢咧，佢吸踭吸到我呢度，所以就咁啦。但係所以咧，我撥佢咧，你叫外門拍咧，你都要向前推，就全攻型。但係咧佢打拳過嚟，我係咁嗱，呢個上下路。綁住呢度上防守，呢個上呢個防守，呢個位置佢打過嚟，我吸踭，呢個係最硬噶嘛，最硬嘅呢個最硬嘅，所以佢拳打過嚟唔怕嘅。不過麥教練就話，雖然詠春拳技有應對重拳嘅技巧，但係如果現實當中遇着功夫水平相當，但係重量級別懸殊嘅對手，嘿嘿，最好掉頭就走。師傅，睇完今期《聽風雨》入邊葉問對泰神嘅嗰啲功夫拆解，我忽然之間有啲擔憂。點解呢？又嗱，你睇下，大家都係男性，體重嘅差別，力量就差咁大啦。唔好話我哋男女有別啦，我擔心我之前咧學嗰啲防狼術，只怕有術而無用啊！我覺得我喺呢一度咧，就真係要強調一下，我哋節目嘅防狼有術所教嘅招數咧，都係為咗喺教育一方遭到襲擊嘅時候，可以創造自己逃走嘅時間，而唔係打倒對方，絕對唔係教你哋去硬碰硬嘅。明白，咁我哋即刻嚟睇睇防狼有術先。可以對我哋女性嚟講，喺而家呢個複雜嘅生活環境入邊，一種自我嘅保護意識增加。當對方強吻你嘅時候，你要盡量將自己避開，主動去避開，然之後喺呢個過程中，
對方再想突個頭出嚟嘅時候咧，你要擊中呢個位置。呢個位置係腎臟嘅外邊皮外邊係特別敏感嘅。手掌拍打嘅時候要將個喉脈能夠叉開，叉零點去分開合埋，喺呢兩邊拍打上，對方就會放鬆。好，嚟到呢個時候，我哋迅速反轉轉翻過嚟，右手點住個喉，同時俾下腿嘅膝後方個好動作，同時順翻過嚟，頂身頂後方向前，3、2、1。跟住落嚟又係我哋少少武能環節，睇下今期我哋武能界有咩新鮮搞笑嘢。这样突然脚被人他妈折了，你神经老母！快樂嘅時光總係過得特別快。先去一段廣告，翻嚟之後仲有更為精彩嘅內容等住你。